较年轻啊。嘿，妹子。给您看一下啊，这个是高度1.58米的，3排的锁栓，上下带天地锁，3块隔板可以上下调节高度的。这个都是咱们的那个防火柜啊，然后看一下里边的内饰。然后这里边也是一个精装的内饰，这种是普通的，然后这种是包皮革的。